大家好，首先恭喜晒 BNO 牙仙，因為 BNO 永居嘅新條件5+1保持不變。咁但係背後又有冇咩魔幻細節呢？我哋同大家一齊研究下。好，開始之前記得俾個 like 支持下我哋頻道先，多謝晒。相信唔少香港人嘅心都被英國內政部分諮詢文件搞到七上八落。份文件名叫更公平嘅定居途徑，係英國脫歐之後最大規模嘅移民改革之一。裏面提出咗個新概念叫賺取定居權。簡單嚟講，以前申請永居好似到期自動送俾你，咁而家就要你證明對英國社會有持續貢獻。大部分移民路線嘅永居等候期由5年大幅增加到10年，有啲攞過福利嘅甚至要等15至20年。聽到呢度你可能會問，咁 BNO 咪大鑊？好彩嘅係，因為香港同英國有特殊歷史淵源，英國政府多次強調 BNO 簽證嘅5+1方案唔會變，即係5年申請永居，再加1年入籍。內政部仲專登讚賞，自2021年開放 BNO 簽證以嚟，超過20萬香港人憑住高技能同教育背景，對經濟貢獻唔錯，聽落好似好穩陣喎，係咪可以放心呢？後生仔，你太年輕啦，魔鬼永遠喺細節裏面。雖然我哋唔使等10年，但要成功攞到永居，就要符合一套適用於所有移民嘅基本要求。而呢套新要求就係今次搞到人心惶惶嘅核心，可以歸納為2大辣招。第一，英文能力由以往 B1 水平大幅提升到 B2。第二，收入要求申請前3至5年內每年最少要有12,570英鎊收入。先講英文呢關，以前 BNO 永居只要求 B1 水平，大概等於香港舊制會考英文合格多少少，口試同考官吹下水就過到骨，唔使考香港人最怕嘅閱讀同寫作。對大部分喺香港讀過書嘅人嚟講，溫下書就好易達到。但係新規定呢，一下子跳到 B2，即係英國高考水平，要求聽說讀寫4方面都要全面。官方定義係達到 B2 嘅人要理解到複雜文章主旨，能夠就自己專業作技術性討論，同當地人流利自然咁交流，同埋能夠就廣泛題目寫出清晰詳細文章。簡單講，以前 B1 係基本溝通，而家 B2 係要你融入英國專業環境。對後生或者學歷高嘅人可能覺得冇難度，中學畢業都考到，但對中年移民、家庭主婦或者學歷唔高嘅人，絕對係一大挑戰。好多網民都話，官員係咪活喺平行時空？知唔知好多40-50歲嘅人英文放低咗好多年，講就可能仲得，讀寫真係頭痕。B2 要求就好似一道無形高牆，將一啲英文唔夠好但係帶住資金同決心過嚟嘅人擋喺門外。尤其是對傳統家庭，老公出外工作，老婆打理頭家，英文自然生疏。B2 要求對佢哋簡直係噩夢。當然，現行法例下，65歲以上長者或者因長期病患無法學習嘅人可以豁免英文考試。相信呢個豁免會保留，為長者留一線生機。如果 B2 英文係技能關卡，咁收入要求就係更殘酷嘅現實關卡。新規定要求申請永居前3至5年，每年收入要有12,570英鎊，仲要有交稅同國民保險記錄。12,570英鎊呢個數字係英國現時個人免稅額，對全職工作嘅人，就算拎最低工資，年薪都遠超呢個數。所以好多人第一眼可能覺得好低啫喎，10萬港紙1年都唔使。但呢個看似卑微嘅門檻，其實暗藏3大殺機。第一，針對非勞動人口，最直接打擊冇打算喺英國做嘢嘅人。我哋香港人鍾意買層樓，帶幾百甚至上千萬資金過嚟，諗住提早退休或者安頓好仔女，自己全職打理頭家。以前 BNO 簽證冇收入門檻，呢種生活模式完全冇問題。但係而家如果你冇呢筆收入，就算銀行有幾多錢，有幾多資產，理論上都唔符合資格。網上最多人唉聲嘆氣就係呢班。有網民講得啱，要睇年收入，咁大批過唔到關嘅退休人士點算？一腳踢開咗一班最有錢嘅移民。呢個改動變相強迫所有想攞永居嘅人都要投身勞動市場。第二，個人收入定家庭收入嘅模糊地帶，諮詢文件對呢個收入要求係計個人定家庭總收入，寫得非常含糊。對男主外女主內嘅家庭嚟講係生死攸關。如果只計個人收入，
咁照顧家庭嗰一方，就算配偶揾幾多錢，自己冇收入就係唔得。網民鬧爆唔合理，好多 BNO 簽證一家大細過嚟，全家得一個人揾錢，一個人打理頭家。如果計家庭總收入會合理啲，但如果最終真係計個人收入，可能逼到兩公婆都要出嚟做嘢，哪怕只係兼職賺返個收入證明，完全打亂佢哋嘅家庭規劃。第三，對持續性嘅要求，文件提到要睇過去3至5年收入，對工作唔穩定或者中途停工進修或生仔嘅人係一個隱憂。讀書期間冇收入點算？2年冇收入會唔會影響永居申請？呢啲細節文件完全冇交代，製造咗巨大不確定性。收入要求雖然銀碼唔高，但設計理念就係要篩走冇辦法直接對英國稅收同勞動市場作貢獻嘅人。面對突如其來嘅改動，網上討論區反應爆棚，網民分幾大派。第一派係合理要求派，多數後生學歷高、英文好，認為移民去人哋國家學好語言、揾工貢獻社會係理所當然，覺得新要求可以選出更高質素、更能融入英國社會嘅移民。第二派係背信棄義派，主要嚟自受衝擊群體，例如中年移民、退休人士、家庭主婦等，話今次臨門一腳改門檻係背信。當初 BNO 計劃推出時強調歷史承擔，冇提過有收入要求，吸引好多人賣資產、放棄事業，點知嚟到一半先加條件，搞到進退兩難。有網民話當初信英國政府講救生艇，而家先話要考收入，同呃人有咩分別？我明白佢哋感受，英國政府呢個做法確實充滿政治計算，唔係單單針對 BNO， 而係全國性移民政策大調整。經歷脫歐同近年大量移民湧入，英國社會對移民態度越嚟越收緊，無論保守黨定工黨都要減少移民人數，確保嚟到英國嘅係高質素有貢獻移民。提倡賺取定居權，提高門檻係大勢所趨。BNO 港人雖然有歷史背景，但都要喺呢個大框架下符合新標準。咁點算好？永居條路係咪絕望？又未必。對大部分有心有力嘅人，B2 英文雖然係挑戰，但絕對唔係跨唔過。我哋香港人中學都有學英文，只要肯花時間溫習操練，特別針對讀寫，達到 B2 並非遙不可及。最難反而係心理恐懼，同對年紀大嘅人要重新拎起書本嘅決心。至於收入要求先係最關鍵，雖然年薪唔高，但背後要求必須就業，同可能實行個人收入計算，足以顛覆好多家庭移民計劃。如果英國政府最終唔理你有幾多資產，只計個人工作收入，對退休人士同家庭主婦嚟講，永居條路就變得渺茫。佢哋可能面臨幾個選擇：第一，其中一方逼住揾兼職或散工；第二，寄望政府對呢啲群體有豁免，例如容許計家庭總收入或豁免有資產嘅退休人士；第三，最壞打算，放棄申請永居，每年續簽 BNO 簽證，繼續住喺英國，但就冇咗永居帶嚟嘅保障同福利，例如申請社會福利、仔女讀大學交本地學費等。我形容條路充滿變數同不確定性。英國政府雖然對香港人講到有承擔，但講到底都要向自己選民交代。喺目前英國經濟唔好、社會資源緊張情況下，收緊移民政策係最容易攞選票做法。BNO 港人雖然有5+1免死金牌，但難免承受政策調整帶嚟嘅附帶傷害。未來幾個月發展，同大家可以向英國政府施加幾大壓力，爭取更清晰、更合理細則，將會係關鍵。條路難行咗，但未到絕路。對英文基礎差嘅長者、冇個人收入嘅家庭主婦，或者一開始諗住退休嘅人，佢哋嘅英國夢的確蒙上一層厚厚陰影。睇完份諮詢文件，我諗起以前去日本旅行，成日俾人睇清楚酒店隱藏收費。今次英國改動就好似咁，大標題寫住 BNO 5+1唔變，但你落咗訂搬埋過去先話，哎呀，你家庭主婦身份唔計收入，唔可以留低，要求每個人對社會有貢獻。永居好似城堡喺遠方，你睇到，但條路充滿迷霧同隱形陷阱，嗰種無力感真係令人心酸。我哋香港人最叻就係面對困難，團結起嚟，一定可以揾到辦法跨過去。大家對今日內容有咩睇法？留言話俾我哋知。多謝收睇門口俱樂部，我係慧晴，約定你下集見，拜拜。
其實唔好講話 B2要用英文，就算如果用中文，其實我都有啲驚啊。梗係啦，你啲成績咁差。